立法議員歐錦新指有消息透露，行政當局正同東望洋斜巷一棟高廈嘅發展商就超高樓拆建同埋賠償進行磋商，並且達成咗初步嘅協議，由政府向發展商賠償澳門幣20億元。佢質疑發展商喺限高批示發出之後，仍然日夜趕工，係咪為咗爭取更多嘅補償？汪艷秋報導。歐錦新指由政府向發展商作出涉及金額高達澳門幣20億元嘅賠償，數量極其驚人。全澳居民嘅現金分享計劃涉及嘅金額亦都只有20幾億，賠償嘅計算方式令人質疑。佢又話行政長官批示公布限高規定之後，有發展商仍然刻意增建超高樓，質疑發展商喺限高批示發出之後，仍然日夜趕工，係咪為咗爭取更多嘅補償？如果涉及賠償嘅時候，計算嘅範圍係咪都會包括批示後嘅增建部分？佢要求政府公布同發展商嘅磋商進展，以及金額嘅計算方式。而限高批示所涉及嘅範圍入面，仲有幾多個建築物有可能涉及需要修改建築高度而要賠償？政府會否透過法院對範圍入面超高樓嘅興建發出禁制令，再由發展商透過司法訴訟決定因為新批示限高規定之後而受損失嘅賠償金額？佢希望政府解釋點解迴避將賠償金額交由司法仲裁，而私下同發展商磋商賠償協議。澳門電視台記者汪艷秋報導。